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嘅景觀，加上單位嘅間隔亦都非常之實用。今日我哋嚟到炮台山嘅臨海豪宅項目維港頌。如果今日你都想享受返一個維港嘅生活，不妨俾幾分鐘睇下以下呢條片啊！今日我哋參觀嘅兩房，受用有582尺。之前我哋睇過維港頌嘅4房單位同埋3房單位，今日我哋嚟到6座，參觀一個2房嘅單位。而呢度望翻出去，可以望到維多利亞港之餘，可以望到我哋嘅 IFC 同埋尖沙咀嘅房啊！喺大門口嘅旁邊，可預留咗個空間做翻鞋櫃，而旁邊就係開放式嘅廚房，保養上亦都非常之新淨。客飯廳嘅間隔亦都方便翻家私靈活咁擺位，而且仲做到客飯廳分明，採光同非常之充裕添。嚟到露台嘅部分，就可以望到頭先我所講嘅維多利亞港。嚟到第一間房間，開則上亦都尚算方正，採光度亦都非常之充裕。嚟到浴室嘅部分係浴缸嘅設計，加上華麗嘅裝修。嚟到另一間睡房，間隔會比頭先間大一啲，同埋呢度都會有個工作平台。門後邊可以做翻衣櫃，增加翻收納空間。